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今日来讨论研究客家实验白话语文嘅主题係五點課，摸到教師嘅課文，一時一語，用實驗強對照錄音，第21篇，提供俾各位鄉親大家來共同研究客家白話文。因當前啊，佢當然都安尼講哦，會講唔會寫，促進客家嘅文化有佢太大嘅安尼，就希望大家共下來研究客家白話語文，讓佢講就係讓佢寫，安尼吼。來今日嘅題目，五點課阿摸到教師一個故事。在頭擺，有一個相當有錢嘅王員外。講到伊嘅財富，實在係突然離世，可以講得係10萬有錢，人生也係相當真古怪，對做事方面實在係黃教練一樣，突然唔得出得人，連毛嘅長度，人人看到都係眼火清楚，甚至有人咁日記自家嘅目珠嚟接記，係非常得人鬧，得人為，但係為了佢自家嘅本身事情，都好相反。假使去到菜店向娛樂時，伊嘅派頭實在係錯有錯誤啊！有人心血來潮，氣氛相當好。等人托馬就去菜店來娛樂暢樂一下。一到菜店時，頭家緊將手一撲，櫃台橋內嘅菜店馬冷靜地就衝出來，來迎接一位財神爺。經過頭家點名嘅介紹細伢子以後，王員外到目痴到喂，話都講唔出，頭家見問佢，按呢隻個好咯，王員外也唔講，常常驚暗頭。是咧，也下頭家唔對按樣嘅來款待伊，來服侍伊，一個睇財神爺，實在也係本人。睇上腦筋，菜店頭家又唔敢再心來滿意，到底我先哪一隻細子嘅嗰啲講咯？等坐好以後，佢就睇上一喊講啊，菜店度裡有一大個細子嘅咯，頭家咬指一算，共有12隻。王員外講，全部12隻，細伢子嘅愛都愛，愛包菜店。菜店頭家將手一撲，馬上就來嘢12個細伢子嘅。王員外等了一下話，又開聲講，頭家唔講唔咩12位下。也下樣子又來到12隻嘅咯，頭家緊對店度裡一嗆，存下一個生菜同人啤酒，一個係萬人來飲酒咯，這就係王員外嘅特性子。頭家看到一個情形。真係睇上腦筋，唔係按樣嘅來做真好，愛喊同王員外嘅特性子講麼咧？但是冇辦法解聽。王員外又睇上世上嘅才嘅喊麼，窮快喊另外一位窮快啦。那係節目，愛就愛故意哦。頭家一時錯覺，
也退淡起来。就走入王员外出生至19位房间，暗中同王公子讲啊，王公子，5个罗将先下在头前房间，今本日样样爱将本店的设计全部总包起来，等人通马，一人来快乐家喎。唔看爱样的呀，王公子也是相当识相。记得伊个阿爸年纪是安老的，也安有一份希望，也很难得，所以就将酒钱同吉布带收费一付，就对后面们留走了。话又讲咗啦，王员外等车12位小子以后，就开始来同他讲我咯。来酒席之中就来花钱，嘛嘅7巧6连磨钱买田，安尼睇上个险嘛喎。王员外半夜12集。吹点马赶到满嘴，最后顺行的钱一扎一扎，问吹点马搏到结讲，空空点点归到屋卡，这时节酒啊主要钱啊讲哦，很不猜，连一三胎的副胎的都分吹点马，难都变真了，相思主山马。来到暗床，王公子看到自己阿爸嘅样式，实在是非常的幸福。但是，伊嘅阿爸做人临摹压惨，为了伊自家嘅牛郎就安丧，唔得按样嘅来同阿爸讲个好。王员外。归到屋企以后，足足睡了2夜。伊屋下所抢的长工地的玉员外酒醉，全部都烂死去了，一开就偷走出去。但头只有一个命安到杨乐天2个人，伊偷暗部的避难等政府。行上行下来顺路，冰凉空凉的仓库，等人托马顺路到转店。突然间，仓库一角有2、3个乌泱走入仓库，杨长工担马整下台，一束宽电战火，一束比硬仓库呢。一步一步行进来，详细一看，仓库大门也本人大挖开开。再行入仓库里一看，哦，有3只比太多马为太车。杨长工看到2个场面，一时刹错劲，四脚就想要走出去。3只太车的也是真蛮恶，唔靠你睇人家嘅生死，就将太多马对杨长工嘅后脚扑过去。杨长工嘅后脚劲，就本嘢嘅太车的督头呢，行路唔得，就用爬到王府头前嘅太上。喊救命！车的也是落面走到长长。杨乐天本凶按恶的太车的，暂停后脚紧。经过一段时间呢，疗养以后，行起路来也是像是长短脚一样，一长一短，行起路来也是一摆。
让王仁爱看到杨长公的腳，不但唔嚟同情杨长公，顛倒嚟講楊長公係跛腳鴨，行動不便，又為了敗壞王仁愛嘅面子，所以就起嘢當突嘅心，嚟將楊樂天解雇，願意歸去夫家17家。楊長公知道了一個結局以後，雖然再什麼哀求，再什麼求情來本意繼續做下去，但是王仁愛也係鐵石心腸，講唔肯就係唔肯，也願意將楊長公嘅三夫保護色用力一條，就喊楊長公跪死嘅。楊長公知道了以後，目則當目則跌，將保護嘅一塊磚頭就歸屋家。這時節王仁愛嘅獨生子對婦女房間，聽到就急急走出來，雙腳落地就來跪王仁愛。向伊嘅阿爸求情講：阿爸，楊長公根本係會跛腳，也唔係為了王府來犧牲呢，係嘛？現下伊跛腳，阿爸，不但唔好好嘅來撫養伊、照顧伊，相反呢，愛來趕伊走，實在冇按你來做過好。我哋王府錢財多的是，同時楊長公係貧窮人家，伊屋家有很多太歲，掠下願意歸去屋家17家。佢等一家人太歲一樣嘅來過日咯。王仁愛聽嘅王公子嘅話以後，見到下馬個大馬條，推上喝王公子講：嗌王仁愛係地方向名望師神，乃有了錢來搶一個跛腳嘅長公咯。為想到我王府一體嘅面子唔掂嘛，撫養一事唔是在講嘅。王公子在對伊嘅阿爸一句話：阿爸，唔去菜店度裡開錢都係為食啊！平常都係要包菜店嘅風度，請阿爸莫按切情。楊長公為了王府來着想，來跛腳，來破相，照理應該要好好嘅來安撫伊。王仁愛兩隻也拗到面都轉牆，兩人也係見到屁股見出人。眼珠見殺火神呢？王公子乃唔好伊嘅阿爸，半夜都想唔到伊嘅阿爸，伊嘅阿爸讓我要按切情，一個王仁愛，所以後來到就進入房間度裡。傷心痛楚嘅嚟頭叫起來，同時壓牙生齒嘅法師講：雖然我係王府嘅單丁獨子，王府雖然財產貴多，我為了洗清阿爸切情不對嘅地方，
绝对唔得阿爸一점錢財產，同時要比阿爸更有錢，才歸來做善事，救濟貧窮人家。安尼發利是以後，就暗中將保護嘅一拿，偷偷嘅離家出走，走到遠遠他鄉去謀求發展賺錢。話要講，楊長公本人面無情嘅王員外趕走回以後，就一步一步、一擺一擺嘅離開嘅王府，歸到離別多年嘅屋下去。楊長公擺腳嘅當腳，行嘅當腳，行到半路又想到，世上仍會有按切情嘅人，愛為了王府來犧牲，來破相，乜嘅愛會破壞王員外嘅面子啊！就將愛來趕出門外，世上嘅人是讓我安樸，伊一邊行一邊流目子，行嘅路人將入莊時，突然想到伊嘅擺腳破相，我讓嘅向屋家大細來做交代喏，所以腳步停嚟個叫，唔敢歸入莊。就在莊外嘅樹下坐人，頭來嘅仆在雙腳膝頭上見上，想到頭那隱隱，實在係走投無路，無意間就睡下了，睡到一半，就把門呢吊上，木竹皮擘開來一看。已經係日頭落山團烏龜叫嘅，伊就想到掠下來入莊，無人看到過好，所以就一步一步、一擺一擺行過去，最後歸到屋下嘅位時，又驚怕生意呢來看到，傷了生意呢嘅自尊心。所以擺腳嘅阿爸，安尼就在屋外等生意呢睡落覺以後，偷偷嘅開門入屋。突然間，伊老婆在黑暗之中開門，看到老公歸來，心肝肚裏唔知也歡喜嘅。但是楊長公傷心嘅目子，一寸又一寸向都市肚裏吞，久久講唔出話來。楊長公通常傷心嘅所在，楊太祖也感覺唔出來。相反呢，伊過度伊老到係伊嘅老公久久冇見面。因愛到話都講唔出來，經過一番痛苦嘅討談以後，楊長公就開嘴向伊嘅老婆參詳講：我目前現下已經擺腳嘅，驚怕要妨害家中生意呢嘅自尊心，生意呢嘅前途過要緊。唔當來詐事騙生意呢，危險南洋賺錢呢。等生意呢學大嘢以後，托為姑娘時，再來表面出現本生意呢啲。但是我還係暗中喺在隔壁莊鋪到生意呢。冇財富家嘅時節，我正偷偷嘅歸來看安尼兩公婆為了生意呢個一切，
答应一个走街行事。杨昌公走街行事，夜宿办到甲白庄，明日必能太南的，来念怀同怀铁麦，同时打扮到像是土司的样样。明日的过日虽然系鬼苦，但是以明日所穿的工钱也系鬼少。每隔10日，也照以前所约定的计划，偷偷的归来会面，同时将所存的钱交本老婆来做个家庭费用。俺拄好有一日，好是毋是生意呢提早变学归来一看，屋外让我有一砸太南的。对屋肚里嘅一看，哎哎，嘛个嘢阿妹同杨慧同怀铁的头饰咧，在房间肚里恩恩爱爱谈天说地啊。生意呢，虽然系西蒙西，伊也系相当值得睇人的事。伊亲眼看到伊嘅阿爸阿妹同杨慧同怀铁的头饰咧，安好安恩爱，也冇将事情讲出来本伊嘅阿妹知道。呢个生意呢，亲眼看到呢款事情以后，也就暗中发誓立下誓言讲，伊阿妹俺唔是糊涂，阿爸个男用赚钱，抹嘅阿妹出来同客过，爱我有志气，将来做判官，来对付一只土司咧。时间过得真系急，呢个生意呢也系非常有志气。照伊嘅发言，本意考到判官。一个土司咧一样嘅阿爸，为了伊嘅那个土姑娘，门风面子嘅问题，也唔敢出现身份来本生意的。生意呢知道，原来伊就是伊嘅阿爸，伊安尼想，所以有一日暗部，呢个判官的来嘅。带恁朋友去公园散步暗恋时谈恋爱时，一个土司咧一样嘅阿爸，就加入杨慧同怀铁嘅，听伊到公园来投靠伊未来嘅心球係相當樣嘅，行咁一看，望注意嚟未來嘅心球。论身材、论身材、论面貌，等等也系相当满意。心底里唔知一高兴咩，金币数字讲跳上唔跳下，再放见喊，好，欢喜到为是，安尼高兴嘅样式。超多真在甜蜜，爱情的情理，伊个判官来，也对情理嘅男主角，欢喜一时太错去了，将西妹嘅一边手来出手，将一位杨慧同怀铁嘅。福利一看，讲到一位老人家名也系张万菜，一看打过去就落地，跌往失神下来，半句话都讲唔出来。身边面前的人就急急将老人家赶去医院来救命。当一个消息传到杨太公嘅屋企以后，
杨太守一时出急，就失神昏倒。不久分享嘅以後，太上同一個楊判官伊個來講啊，大道嘅老人家，就是嘅親阿爸。準備要去醫院時啊，拄好王員外嘅獨生子坐喺郭南陽坐喺台前，對南陽跪來，伸下手來先拜訪以前終身對太王府嘅楊長公。就在門後聽嘅楊太守一講，記得楊長公本意不知情嘅來也輔導，先下在醫院救命。三人緊緊到醫院，當三人一看到楊長公嘅面色，非常嘅好有笑容。突然間，楊長公嘅目珠擘開來一看一眼，安尼就彈起歸仙過世呢。再講王公子看到一個情形，就將楊長公前後後嘅事情講俾楊判官聽。楊判官聽嘅以後，非常嘅對唔起伊嘅阿爸，目珠像是變鼻涕一樣嘅流出來，通常嘅叫到哀哉哉嘅講偉大嘅阿爸，偉大嘅阿爸，讓唔做表明係嘅身份咯。為了我嘅前途同自尊心，雖然唔係跛腳，我咁有可能唔認，那有可能講唔係我嘅阿爸咯。阿爸，我閒些時間，我看到唔同我嘅阿妹暗中來往，害我覺到我嘅阿妹係同佢講，我當時有踢主幹，唔講出來又唔悶，將會造成一個重大嘅罪過。阿爸為了我，唔來調侃我戀愛，本我出手輔導，來是阿爸，哀哉，叫我枉在天內行，讚上讚下。王公子看到一個可憐又可悲傷嘅情況，緊緊跟歸王府。當王公子腳一踏入王府，看到王府屋上一內都係上滿插草有搭，四門頭大。一看之下，略嘅可以睇到王府起碼有10年之久冇人吃嘅。王公子覺到伊個阿爸王員外，可能係另外在起活來吃嘅，緊緊行到隔壁撞入門，正睇到伊個阿爸，當佢本人暗中離開嘅王員外以後，王府失去了擔當獨子嘅王公子，日夜傷心，失去了人生嘅意義。天上有嘅全部變賣到吉祥，最後王員外兩公婆失足了來王死嘅。王公子一聽到這件事情，原來係佢為了看唔慣伊嘅阿爸，將來暗中偷走傷嘅伊嘅阿爸阿妹嘅心，使得伊嘅阿爸阿妹來失足了來忘事。故事讀到嘅這個，不管是真是假，
相信各位乡亲大家都会体会下来去讲，使人偏心固执，人人都会有无。此时固执，莫太过于客气。固执偏见，终究会开始噶。有话要讲分明，莫来暗中藏。心事藏在肚中来暗想，咁啲乜人心肚里想嘅係乜嘅，都是大家都會活到流皮黃嘅，實在係雙人雙才，雙人雙才話唔來啊！本故事所描寫嘅王公子楊樂田。同楊判官等3人，一定嘅出發點都係對冇錯，但是結局演變到人人錯誤，實在係太冤枉。本故事咧題目係講唔掂貨暗摸到舊事就是就會講啊，凡事不公開啊。或者唔坦白，反過來設計暗中去推想結果，摸到舊事。舊事有呢，就是不應該誰來誰呀。以上課文對這個希望大家感謝啊。那係文中有唔對嘅素材呢，請大家看注解啊。本文嘅注解呢，已經有80倍哈。對這個希望大家感謝你。大家好，今日來討論研究客家西洋白話語文嘅研究嘅第二部分。主題係農家鄉山線那個鄉鎮嘅課文。希望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